嘅學生繼續由兔年跳舞跳到龍年。喺1月21號年29嘅當日，學員就化身蝴蝶，穿梭於萬株蘭花當中，翩翩起舞，一同慶祝龍年嘅來臨。呢日分別挑選咗70多位學生參加呢個表演活動，一共將會進行4次。第2次嘅演出就會喺今個星期六2月4號啦。大家又知唔知道2月4號即係立春？立春即係代表住24氣節之首，亦即係一年嘅真正開始。所以就等我哋嘅學員繼續以最專業嘅舞蹈、最精彩嘅演出，同大家一齊迎接龍年嘅真正來臨啦！亦透過舞蹈演出，祝願每一位龍年都能夠好似學員一樣咁龍精虎猛。今個星期六2點鐘，奧海城商場見啦！